A 貨梅艷芳整容求真愛，已經咁似梅艷芳咯，點解仲要整似啲？本身都好中意阿妹嘅張麗，嚟自哈爾濱，5年前參加梅艷芳模仿比賽，攞到最佳形象獎㗎。之後唔知做模仿藝人，仲揾到阿妹嘅 fans 做男友添。大拍拖4年，竟然發現男友收集咗好多阿妹嘅相，但係自己嘅相就一張都冇。我們在一起相處，他是認為我覺得像梅艷芳，他不是真真正正的去喜歡我。最後仲嬲到分手添，又誓言唔再扮梅艷芳。但係冷靜咗年幾之後，張麗又回心轉意噃，仲專程去深圳準備整容添，要變到更似梅艷芳嚟挽回失落嘅愛情。我就希望他能看到我現在這個決心，就是把我們兩個之間中間的那個隔閡拋棄掉，繼續我們的感情。如果他現在還單身的話，將會幫佢整容嘅醫生話，張麗手術之後會有90%半似阿妹㗎。佢希望下個月底扮成偶像咁嚟香港出席紀念阿妹逝世嘅活動。如果到時俾佢再遇翻前男友就 perfect 啦。